不走出去，家便是你的世界；走出去，世界便是你的家。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，我们常常面对一个选择：是留在熟悉的舒适区，还是勇敢地探索未知？不走出去，家便是你的世界；走出去，世界便是你的家。这句话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，提醒我们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去迎接更加广阔的天地。人们往往因为害怕改变而停滞不前，认为现有的生活已经足够安稳。可事实是，当你选择留在现状，时间却不会停下脚步。安于现状的人，最终只会被时代抛弃。每一个伟大的成就，都源自于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可能性。安于现状，终将会被时代抛弃。世界在不断改变，科技的进步、观念的更新、环境的变迁，无疑不再挑战着我们的适应能力。当你选择安于现状，不愿意接受新事物，便会逐渐与这个时代脱节。想象一下，还在用旧式手机的人，怎能跟上智能时代的步伐？如果企业仍然沿用过时的经营模式，又怎么能在竞争中生存？这种现象在个人层面上同样适用。一个拒绝学习新技能、不愿扩展视野的人，最终会发现自己被周遭环境甩在后头。这不仅仅是时代的选择，更是一种自我淘汰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去拥抱变化，主动适应社会的进步，让自己始终保持与时俱进。体验不同事物，激发思考，挖掘潜能。人生的魅力在于体验，体验不同的事物能够带给我们新的视角和灵感。当我们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了解他们的故事、文化和价值观，这种交流会激发我们的思考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和信念。许多人在年轻时感到迷茫，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世界太过狭隘。当你走出去，尝试新的活动，结识新朋友，探索未知的领域，便会发现世界的丰富多样，也会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是无穷的。这种经历会让你突破自我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年轻人，或许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全部，但当他第一次踏上远方的土地，看到不同的风景，听到不同的语言，甚至尝试不同的美食，他的世界观会瞬间被改变，思维的局限性也会被打破。人要闯，马要驰，趁着年轻去折腾。人只有年轻一次，青春是用来奋斗的，而不是用来后悔的。一等二看三落空，等待和观望只会让机会悄然溜走。趁着年轻，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折腾，去挑战自己，去实现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折腾并不意味着鲁莽行事，而是指我们应该主动寻找机会，勇于面对失败，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。成功的人生不是没有挫折，而是敢于一次次从挫折中站起来。无论是创业、旅行，还是学习一门新技能，这些都是让我们成长的途径。此外，折腾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。我们的时间有限，与其在平庸中消磨，不如用行动为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。正如一匹马只有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，才能发挥它的潜能，人也只有在努力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。树的方向风决定，人的方向自己定。树的成长方向取决于风的吹拂，而人的方向则由自己掌控。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环境，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。每一次决定，每一个行动，都是我们为未来铺设的基石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们常常面临选择，是随波逐流，还是逆流而上。那些能够坚持自己方向的人，往往能够成为改变命运的主人。这需要勇气和智慧，因为选择自己的方向意味着承担责任，也意味着接受挑战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性格决定命运，行动改变未来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最终都会塑造出我们的样子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时刻反思，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，是否真正追随内心的声音。结语：走出去，成就更加精彩的人生。不走出去，家便是你的世界；走出去，世界便是你的家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劝人旅行的格言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它告诉我们，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停滞不前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舒适而忽视长远的成长。我们需要勇于探索未知，学会适应变化，在不同的体验中激发潜能。趁着年轻，去折腾，去挑战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记住，树的方向风决定，人的方向自己定。
当我们有了清晰的目标和不懈的行动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世界都将成为我们的家。